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木，有人读做木。这个木就有吸着意思，像咱讲木着水，有黏着色的意思，像咱讲衫去木着色。另外有插，或者是讲接触着代志，或者是直接着人的意思，像人咧讲木正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木手，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手去吸着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插手或者是参加的意思。第二个词都要读做木木球，同款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伫咧水底游水，浮咧沉咧；另外嘛当讲是一个人真无闲，小可乱糟糟的情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汽车店的头家本身毋是乌手，嘛无爱去木手，人客一捆啊来几落个，店员伫咧店里木木球，无用气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木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木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